来看，这新竹县竹北市有一间经营10多年卖越南法国胖的市场店家呢，礼拜就发生讲有人客食到到地了后，开始吐骨肉、发烧、头晕的情形，怀疑讲这就是食物中毒。卫生局派人去稽查采检的报告，上紧伫2礼拜后会出来。到8月为止呢，这通报人数已经来到43人，其中有15个还佫伫咧住院治疗，6个人留伫咧急诊室当中继续观察。 原底应该逐天开门做生意的店家，即马已经暂停营业。新竹县竹北市市场内一间专卖越南法国面包的摊商，这2天传出怀疑食物中毒的案件。每天都有卖，每天都有卖啊，几乎每天没事，每天都有卖。这次反正我都不知道耶。哎呦，我还说这2天怎么没开门的？ 身体出现不爽快，赶紧送病院检查。卫生局把赶紧派人到现场稽查，采用检查。主要症状有发烧、腹痛、腹泻、头晕、呕吐。那在本院急诊积极处理之后，病情都稳定。那我们也依据他的病情，依法通报卫生局来做进一步的调查。总共采检了12样检体进行检验，那最快2周会有一个结果报告。 卫生局初步稽查，发现其中包括煮食的工具、放贴涂骹，以及食材无标示清楚、有效日期等6项无合格，要求业者限期改善，若无会依法处上悬2亿以下的罚款。民众食歹腹倒的原因，上紧2礼拜会有结果。记者朱君和新竹报道。